錯，狐仙娘娘顯神通，讀出嚟。讀出嚟啊！狐仙娘娘命運從今，動起佢。係啦，放下手得噶咯噃，好易嘅啫噃，有信心啊！嗱，呢個俾你啦，試下啦，呢個咁樣噶嚇。狐仙娘娘顯神通，命運從今，在掌中大顯威力，望住佢，放下手啦。狐仙發牌，大顯威力，企喺度，將佢狐仙發牌，大顯威力，得嗱，咁啦，你都成功啦，好快喎，咁你就已經搞掂咗，即係雞蛋企咗喺度，係咪？咁呢個嚟講呢，就係你個能量嚟嘅，就係狐仙娘娘顯神通，命運從今，在掌中，就係狐仙發牌，女弟子示範點動起嘅雞蛋，大顯。